今年总统大选拄煞过，太平洋的陆路随含咱台湾断交，转向中国迄边。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表示，美国事先就知影要甲陆路党煞失败，目前台湾伫南太平洋敢若剩3个友邦。美国亚太助卿表示，会尽力帮助台湾，袂阁互中国变鬼变怪。美国历史大选过了，南太平洋多国陆路随甲咱断交转向中国。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则是伫咧参议院听证会时阵讲，美国方面事先对此有掌握，想要阻止陆路，也毋过无成功。康达强调尊重各国主权的决策，也毋过提醒太平洋多国甲中国来往时阵爱注意。What disappointed us in that move is the way it was done, the excuses that were used by the PRC, including certain economic inducements and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which was misused and misinterpreted. Careful and clear-eyed about entering in these arrangements with China. China will often make many promises that remain unfulfilled. 中国2019年时阵，也寄望这个区域的所罗门群岛加吉里巴斯弃台投中。康达表示，对台湾伫咧南太平洋所处的3个友邦国家图瓦卢、帛琉加马绍尔群岛，美国方面将加以密切的合作，来阻止中国可能的政治操作空间。There's 3 formal diplomatic partners of Taiwan. We worked very carefully and closely with them to make sure their needs are met, and that we try to close off any opportunities that China could exploit. 伫咧中国最近几年不断扩大因伫南太平洋的影响力。美国国会议员关心拜登政府的作为。康达回应讲，美国规划伫咧太平洋地区新设的4个大使馆，所罗门群岛加东加已经伫咧运作，瓦纳杜也将要开放，所剩的一个吉里巴斯犹原伫努力的推上。同时，也甲澳洲、纽西兰等盟国强化交流。未来中国大陆还是有可能持续在这地方加深它的一些工作。那对美国来说，它也会借由重新开设大使馆，重新投入各式各样的资源，不管是基础建设、环境保护、气候变迁，还有协助当地可能发展一些海巡基本的一些实力，这些都是未来角力的重点。学者认为，伫美国方面的印太战略布局之下，南太平洋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美中角力的战场，同时也是美中台关系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